你们好吗？真的好吗？你们觉得我怎么样？老师今天好不好？对，当然很好。我一看到你们，心里就有点舒服，也就是说，很开心。你们明白不？今天我来这里想跟你们一起学习的是，跟以前的那个上课的内容还是不一样。有什么不一样呢？以前我们上课的时候，要么学习中国的文化，要么我们看看或者讨论我们自己国家的文化。那今天呢，我们要学会分析 analyzировать， 分析两个或者是其他国家的不同文化的一些不一样的地方，明白了吗？这是一个成语，虽然这是一个我们已经到了第27课，可能我们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。这是一个成语，大家都知道吗？成语里面会有几个汉字？4个、7个、5个。一般是4个，对吗？这就是一个成语。这是什么成语？我们现在一起看看。大家想一想，这是哪个国家？吉尔吉斯坦。对，吉尔吉斯斯坦。你们喜欢吉尔吉斯斯坦吗？当然喜欢。在这里我们都很自由，对吗？你们看一下，这是你们觉得大概是什么时候？我们什么时候会有这么多的军队 army 啊，然后这样的 flag 国旗5月？8月31号，对不对？День независимости，是不是？8月31号，我们就会有这样的一个节日。那我想问一个问题，在我们世界有很多国家，每个国家有自己的节日，这就是国庆，是不是？国庆节，我们每年在孔子学院会过这个节日。我想问一下，谁知道俄罗斯的国庆节是什么时候？是不是你们不知道？我也觉得你们可能不知道。那我们一起看。你们看不清楚是不是？没关系。俄罗斯的是6月12号，6月12号是俄罗斯的。美国的呢？谁知道美国的国庆节？不知道。好。美国的我们一起看一下。美国的是7月4号，7月4号。乌兹别克斯坦的谁知道？5月1号、9月1号。对，乌兹别克斯坦的是5月1号、9月1号。哈萨克斯坦的呢？哈萨克斯坦的12月16号，是不是？我想问你们，中国的是什么时候？中国的你们好像忘了。那我们一起看呀。中国的是什么时候呢？11月1号。对，10月1号。我们现在都知道了，每个国家有自己的节日，人们也不一样，所以文化呢，一样吗？不一样。文化也不一样。这是什么地方？长城。对。我想问一个学生，这里有不同国家的饭，也可以说厨房，谁可以告诉我这个是哪个国家的厨房？哇，你很厉害！你们知道这个是什么饭吗？煮饭。大家都喜欢吃煮饭吗？当然。上面的是哪个国家的？对，俄罗斯的。俄语里面怎么说？对，borщ。你们都喜欢喝 borщ 吗？喜欢。这个呢，哈萨克斯坦。
里面有很多什么肉？这是什么肉？马肉，对吗？下面你们看一下，这个是可能是哪个国家？对，有可能是意大利。我们现在的年轻人也越来越喜欢吃什么？比萨。下面一个问题，大家一起看。中国人吃饭的时候喜欢用什么餐具？餐具是 столовые приборы 或者是 инвентарь。对，很厉害，筷子。第二个问题，俄罗斯人吃饭的时候喜欢用什么餐具？刀子呀，或者是勺子，是不是？还有叉子。对，很厉害。第三个问题，我们问一下穆扎达同学，我们国家的人吃饭的时候，除了用餐具，一般还会用什么？对，那我们什么时候用手吃？我们对吃桌饭。那我们喝汤的时候可不可以这样喝？当然不可以，是不是？太热了。好，同学们，我为什么跟你们一起讨论了这些事情、这些东西？因为觉得每个国家的文化不一样，节日不一样，是不是？然后连吃饭的方式都不一样。有的国家的人吃的时候用什么手指，有的用筷子，有的用什么叉子呀、勺子呀，都用。那你们自己觉得，一旦你们到了中国，大家都在用筷子，但你一个人用手吃中国的面，你们觉得会不会有点奇怪？人家可能觉得他的手有可能不太干净，他怎么会这样子？是不是？他们不理解你，你也不理解他们。今天我们的课的题目就是告诉我们，我们到了一个地方，要学会那里的文化。请大家打开书，里面有很多生词，有多少个生词？22个，多不多？也不太多吧。好，对，刚才我们看到了的成语怎么读？对，入乡随俗，它俄语的意思就是这个。对，也可以这样翻译，还可以怎么翻译？对，是不是很好？这个学生的水平很高。我们一个一个的看，这里有一个词入是进的意思，进。乡是地方的意思，进了一个地方，这个随是根据或者按照的意思，比如说根据老师说的话去做事、写作业，这里的随就是根据的意思。俗呢？俗是什么意思？有可能？俗，对，很厉害，点个赞吧。俗就是别人的风俗，很好。你到了别的地方，就要看他们的风俗。比如说，下面我们怎么用这个入乡随俗？大卫去中国以后，刚开始不习惯那里的饭菜，可是1个星期以后，他就入乡随俗了，明白了吗？1个星期以后就入乡随俗了。或者老是在中国的时候每天吃米饭，但是来到吉尔吉斯斯坦以后，每天都吃什么？肉类的饭，这就是入乡随俗，对吗？老师想问一个问题，
你们到了中国以后，可能会有什么困难？菜你们去过在我们城市里面的一些饭馆吗？上海城谁去过？你去过？你觉得怎么样？对，当然很好。人多不多？多啊的人很多。中吉尔吉斯人也去中国的吃菜。对，吉尔吉斯斯坦人也去那里吃中国的饭、中国的菜。你们下次去的时候，你们要看一下中国人吃的和吉尔吉斯坦人吃的时候，他们一样不一样，或者是他们吃饭的时候会不会聊天呀，或者是说话？你们下次去的时候可以看。下面一个词，大家看一下这个图片，哪一个是服务员？对，女生是肯定是服务员，她在服务这个男生，对吗？所以她是服务员。服务的意思是什么意思？请看一下课本，服务是什么意思？对，обслуживать。我们可以说服务员为顾客服务。下面一个词，这是什么东西？对，这是壶，大家都知道。这里有3个不同的壶，一个是茶壶，这个是咖啡壶，这个呢？对，酒壶。我看你们好像没见过酒壶，对不对？但是在中国会有这样的酒壶。下一个，这就是怎么读？点心，点心。你们喜欢吃点心吗？比如说，你喜欢吃什么点心？巧克力。好。你呢？蛋糕。对，这都是在中国都有的什么点心。下一个词不是叉子，你们看一下这个图片，这个饭多不多？多。很小，是不是很少？也就是说烧。跟我一起读烧。这个饭太烧了，就是说有点烧，明白了吗？有点烧。比如这是什么？对，一样吗？一样。下一个呢？什么不一样？对，这个是小，这个呢？大。也不一样。你们看一下，什么不一样啊？有一点大，对吗？对，就是少一点。下面我们看，这个是什么地方？茶馆。你们怎么知？这位服务员，他带的东西都是什么？对，肯定是茶馆。在我们国家有没有茶馆？对，我们国家，但你们觉得中国有没有？谁看过茶馆的视频？没见过。下一个词，了解。同学们跟我一起读，了解。
了解，了解，了解，跟了解意思很近的一个词，还有一个词，那个词是哪个词？懂了，还有一个知道，还有一个明白，还有一个理解，很多。但了解是什么意思？比如说，它跟知道有什么区别？比如说，我们可以说，我知道他考得不好，我来了解一下他为什么没有考好。对，第二个呢，我了解他考得不好，我来知道一下他为什么没有考好。你们觉得对不对？不对，不对。比如说，一个人生病了，医生要做什么？对，要去摸他呀，问他一些问题啊，你的头怎么疼？你吃了什么饭以后你觉得不舒服？这就是了解，明白了吗？了解前面我们可以用一个副词，了解。还有一个副词，русский я очень понимаю，或者是я очень понимаю，你们觉得怎么翻译？очень，对，我很了解。我们一般不能把很放在了解的后面，明白了吗？同学们，谁可以用了解给老师造句？了解。可以我来说。比如儿子病了，妈妈说，我了解你，你没去学校学习。对，可以用吗？当然，了解我们什么时候可以用，知道什么时候可以用了解。在这里你们看一下，我很了解那儿的风俗。这儿的意思是，比如他可能以前去过那个地方，然后住过一段时间，然后跟那里的人就是聊天过，一起吃饭过，明白了吗？下面一个人说我很知道那儿的风俗，意思可能他只是通过电脑啊、电视啊看过那里的风俗，明白了吗？他知道，但是不太了解，所以了解的意思比较深 globokey， 明白了吗？比如说，我们班里最帅的男生是谁？我们班里只有两个都很帅，然后一个女生说：“哎，这位男生太帅了，他可能不会同意跟我在一起。”然后他对面的他的朋友可能会说：“我了解你，因为他太帅了，是不是？”下面一个词风俗，风俗，大家跟我一起读风俗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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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风俗。风俗。下一个词热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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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热闹。热闹。热闹的意思是什么？现在班里有很多学生，现在每个人都想说自己的想法，然后都一起说的时候，班里会变得怎么样？对，热闹。但教室里只有2-3个人的话，会怎么样？不会热闹，是不是？说话，说话，说话，说话。说话。我问一下，
你们家里的狗会不会说话？不会。对，声音，声音，声音，更，更是什么意思？больше或者是еще более的意思。比如说，我现在口袋里面有什么？多少钱？对，50索姆，多不多？不多。对，这不多，但口袋里面没有钱的时候好，还是口袋里面有50块索姆的时候好？有钱的时候好，对吗？现在好。那如果我有2个呢？更好，是不是？对，我有50索姆是好，如果我有2个呢？更好。3个呢？最好。对，厉害呀！我有3个，最好要有3个。我们可以怎么表达？可以说更热闹，更可爱，更坏，更漂亮了，更大了，是不是？现在同学们，谁可以给老师用更造一个句子？谁可以用更给老师造一个句子？当然呀。为在这里更美好，风俗美好。也可以说这样，在家里的风俗很好，但这里的风俗就是更好，对吗？好，很好。还有谁可以用更找例子？在中国，春节的时候更是吗？在中国，我们可以这样说，在中国人很多，所以很热闹。过春节的时候更热闹，因为想过这个节日的人很多，明白了吗？对，下一个是最。我问，我们班里哪位女生的头发很长？你们看一下，我们一起看一下，我们班，那这样说吧，我们班里哪位男生的头发最黑？对，阿娃子头发最黑。我们也可以这样说，我们班里有很多女生都很漂亮，但最漂亮的谁可以举手？对，你们都很漂亮。下一个舞台。舞台是什么东西？舞台就是sцена，明白了吗？我们孔子学院每次过节日搞活动呀，我们都会去哪个教室或者哪个地方举行？对，bus里面有没有舞台？有。你们喜不喜欢上舞台讲话？喜欢，我喜欢。谁喜欢？你喜欢，你呢？不喜欢，为什么？不知道，就是不喜欢，对吗？你呢？你喜不喜欢？不喜欢。喜欢还是不喜欢？不喜欢。为什么？因为害怕，所以不喜欢。法律喜欢，还有谁喜欢？上舞台讲话。下面班
搬是一个动词 gлагол。对，搬家。比如说，你们现在可能以前你们都跟你们的父母住在一起，现在你们呢？怎么了？搬家了。对，你们都搬家了，大家都有自己的什么房子，很好。现在你们看一下，老师在做什么？带走了，搬书。老师搬书，我们可以说搬东西、搬家、搬书，明白了吗？但我们一般不会说搬人，明白了吗？一般不会。下一个词，场所。场所。同学们，孔子学院是一个场所，一个场所，那是什么样的场所？你们看，公共场所，还是私人场所，还是学习场所？什么场所？学习场所。那超市呢？超市是什么场所？公共场所。对，超市是公共场所。我问你们的家在家里，也就是说你们的家庭是什么场所？私人是 собственное 或者是 частное， 对吗？对，私人。公共场所啊。下一个词，发现。发现就是找到的意思，找到的意思。下一个是一边。现在老师可以给大家解释一边是什么意思。它就是把两个事情一块儿做。比如大家看一下，就是你们以后开玩笑，这位女生很忙，她要节约什么？一边说话一边写。你们看，她特别忙，她要做很多工作，她在打电话呢，也是在写呢，也是在说话呢。她为什么这么忙？是因为她要 economy 节约时间。我们为了节约时间，一边做什么一边做什么。比如说这个女生她在一边说话或者打电话，一边在做什么？写。下一个。对，很好。她在做什么？一边看书一边吃饭。她吃的是什么？吃面包。面包。蛋糕。也可以说点心。对，点心。哇，这个我觉得这个是什么东西？杯子或者是咖啡，也可以说这样说。漂亮不漂亮？漂亮。可不可爱？可爱。你们家里有没有这样的咖啡杯？有没有？有。我问一下，我们班里坐在最后面的一个女生，那位女生，你家里有没有这样的杯子？有没有？有。别的杯子，你觉得你家里的可爱还是这个可爱？这个杯子漂亮。我觉得你的杯子很可爱，但是这个杯子更可爱了。这样说可以吗？下一个，我问一下法律同学，你看这个照片，告诉我他在做什么？对，他在写计划。他一边想一边写计划。对，一边想一边写计划。但是理想可以。
啊，对，梦想，对吗？对，很好。对，你们知道的生词，汉语词很多。我问一下，我问一下你，他有可能在想什么？结婚呢？他在计划我什么时候结婚，然后我可以生几个孩子，对吗？还有谁可以告诉我自己的想法？还谁？哦，他在想吃什么点心，对吗？好，还谁可以告诉我自己的想法？哦，对，你叫什么名字？对，东约。你觉得他在一边想中国，一边在写计划，一边写计划一边想。下一个同学们，这里有一些问题，大家看，有几个问题？几个问题 ？A、B、C， 对，9个问题。那我们怎么回答？回答之前，我们要看什么？你们觉得？看书很厉害。我们不知道的时候看书就可以了。在家里，如果我们做事不知道怎么做，我们要做什么？看书啊，还是看手机？对，看书。大家打开书，有课文1入乡随俗，大家都有数吗？好，这里有一个图片，小图片，这个是什么图片？茶馆。茶馆里面的人多不多？很多，所以怎么样？很热闹，很热闹。这篇课文的内容，一个外国人到了中国，然后他跟他的朋友一起去了什么地方？茶馆。然后那个外国人，你们觉得，就是他进了茶馆以后，他的感觉怎么样？我们一起看看好不好？首先你们听老师读，明白了吗？服务员，几位来点什么？来一壶茶，再来一些点心。好的，请稍等。这就是我常说的老茶馆。今天我把你们带到茶馆来，你们可以了解一下我们这儿的风俗。同学们，老师读得快不快？不快。可以吗？可以。那老师读得好不好？好。不要骗我，你们读得比我更好。茶馆里人不少，真热闹。他们说话的声音太大了。茶来了，您几位请慢用。我们正在说声音大，这位服务员的声音更大。这个谁说的话？对，马大卫就是外国人。王孝云他在怎么回答呢？一起看一下。茶馆就是最热闹的地方，有的人还把舞台搬进茶馆来了。这里有一个词，这个生词怎么读？舞台。舞台后面的词什么？搬。有一个人就把一个这样的舞台搬到茶馆里面来了，然后再做什么？讲话呢？外国人觉得怎么样？奇不奇怪？外国人觉得奇怪，因为在西方，美国，在我们国家，其实也没有茶馆，但是在餐厅里面，我们说话的声音怎么样？很低，是不是？
有的人还把舞台搬进茶馆来了，在茶馆里唱戏，比这还热闹呢。我觉得，在公共场所说话的声音应该小一点儿。琳娜是外国人还是中国人？对，他在说自己的想法呢。他觉得在公共场所里面说话声音要怎么样？小一点。来中国以后，我发现是什么意思呢？对啊，对，заметил，或者就是找到，也就是说他发现了。我发现，在不少饭馆、商店或者车站，人们说话的声音都很大。说实在的，实在是真的意思。说真的话，说实在的，我真有点不习惯。他习不习惯？他不习惯什么？中国人说话的声音很大。对，说话的声音很大，这就是什么习惯呀？你们到了中国以后，如果一个中国人说话声音很大，你们要不要生气？不要。对呀，不要。我们要做什么？对，很好，我们要入乡随俗。但到茶馆来的人都喜欢热闹，大家一边喝茶，一边聊天，聊天就是 разговаривать， 对吗？聊得高兴的时候，说话的声音就会越来越大。这句话的意思对不对？对。你们高兴的时候声音怎么样？很大。那你们对你们越高兴，声音也越高，还是你们越高兴，声音越小？这样不对吧？喜欢安静的人不会到茶馆来，他们常常到别的地方去，比如去什么地方啊？咖啡馆。我们班里谁喜欢喝咖啡？谁不喜欢喝咖啡，而且喜欢喝茶？你为什么你喜欢吃茶或喝茶？就是很舒服，对吗？其实呢，我们什么时候喝咖啡？很累的时候。很累的时候，我们一般不会去很热闹的地方。下面，陆玉平他在说，琳娜说的对，在公共场所，有的人说话的声音太大了。我想在这儿聊一会儿天，可是你们都觉得这儿太闹。好，咱们走吧。前边有一个公园，那儿人不多，咱们到那个公园去散散步。毛大卫怎么回答呢？好的，咱们一边散步，一边聊天儿。这篇课文有没有意思？有。对，你们看完这篇课文之后，知道了什么？对，我们要入乡随俗。还有呢，第一个问题，谁可以读？第一个问题，谁可以读？举手。阿基斯。几位来电什么？对，几位来电什么？这是服务员说了的话。他们几位，他们点了什么？заказали。对，一壶茶，还有一些点心。第二个问题很好，第二个问题你来读，你可以读吗？他们要了什么？对，他们要了什么？就是一壶茶，还有点心。再来一些点心。
点心。第一个和第二个问题意思差不多，就是第三个谁可以？好，你。你来。对，他们去了茶馆，对不对？对。为什么他们去了茶馆？喝茶。对，喝茶。很好。下一个 Farid。茶馆里怎么样？茶馆里很热闹，很多人来了喝茶。对，很热闹，很多人都去那里喝茶。但中国人他们到了茶馆以后，只是会去喝茶吗？不是。他们聊天。对，他们会喜欢聊天。聊天的时候声音怎么样？对，声音大。下一个问题谁可以读？下一个问题谁可以读？您几位请慢用。对，您几位请慢用。慢用的意思是别着急，你慢慢的吃饭，我们的饭很多，这个意思。或者是你慢用的意思是不用担心，我不会生气的意思，明白了吗？所以你们看到别人在做事，你们可以说：“哎，同学，别着急，慢用，慢走，慢做，慢慢来。”就是这个意思。下一个谁可以读？知道的。茶馆是怎么样的地方？很热闹的地方。还有呢？对，是一个公共场所。对，很热闹的地方，但那里饭不多，饭菜不多，茶很多。下一个问题谁可以读？当然。对，琳娜觉得怎么样？她不喜欢点心。你说。对，他觉得怎么样，同学们？公共场所的地方应该小一点。他的意思是，在我们说话的时候，所以呢，尤其是在公共场所说话的声音要怎么样？小一点。低或者小一点，明白了吗？他也觉得，中国人说话的声音有点大。最后一个不是。下面一个问题谁可以读？你来。到茶馆来的人都是怎么样的人？到茶馆的人都是喜欢吃的。对，怎么样？回答的怎么样？还有他们喜欢一边喝茶一边聊天。对，回答的怎么样？很正确，很好。到茶馆的人，他们都是很高兴的人，想告诉别人自己的想法呀，自己为什么高兴啊，所以他们一边聊天一边做什么？喝茶。最后一个问题，我们一起读。他们我去了哪里，干了什么？对，怎么样回答的？很好，对吗？他们去了公园，觉得那里的人比较少，所以也不可能，也不一定很热闹，所以就去了那里，然后干什么了？聊天啊，然后呢？对，散步。同学们，你们都很厉害。我看我们的时间已经差不多了。我们因为时间关系，大家一起看一个语法 ，grammatica， 把就是这个意思。对，这是什么东西？我是谁？老师。
把，不是，我是谁？对，这是什么？老师把对，老师把书。我可以做什么？我把了书。我把书放在，也可以说放在桌子上，对吗？把就是一个 gлагол， 但是我呀或者时间，我也可以这样说：昨天老师把书拿走了，明白了吗？也可以说昨天老师把书放到图书馆里了，明白了吗？同学们一起看一下，今天早上，我呀，或者是老师呀，这是一部分，明白了吗？也可以说Сүйlemді несі，或者是главный член предложения，明白了吗？汉语就是主语，主语一般放在最前面，我们不能说把书放在图书馆里了，今天早上老师，明白了吗？这样就不对了，这个一定要放在这边。然后呢，这个是把后面我们要写一个宾语，也或者是宾语，书就是宾语，明白了吗？比如说把后面我们不能直接用放，比如说老师把放在图书馆里了书，这样就不对了。它后面一定要一个东西，明白了吗？电脑或者是什么书或者是钱。然后我们把这个东西做什么了？对，东西或者是 verb，it is 放在这里。最后就是一个补语，就是 дополнение， 明白了吗？就差不多这样说，你们明白了没有？明白了。谁可以给老师造句，然后我们就可以下课。用把。大家快一点，老师饿了。好。关掉是吗？可以啊，你能不能把门关掉？其实很好，其实很好。还有谁？还有谁？同学们，这里你们看一下，我们一起看，就大概的明白就可以，明白了吗？明白了。就是最后一个задание，把这个句子你们看一下，我爸爸眼睛放在书柜里面了，
把放在那个地方比较好 ？B 还是 A？ A 还是 B？ 我都投。我爸爸把眼睛还是我爸爸眼睛把放在？对 A， 看到了吗？厉害。下一个你应该把这样的东西，这里不放在哪里？你们 intuition。你不应该。对，厉害。第三个，我把这张照片贴在墙上吗？我可以把。对，你们的 intuition 很好，其实这个很难，但是你们通过自己的 intuition 就知道这个对还是不对，这个很重要。还有一个，最后一个，不是，这是第四个。这一个词是把A 还是 B？ 已经是什么时间呀？时间副词，它要放在最前面，所以 A 还是 B？ 对 B。最后一个谁可以告诉老师？你可以告诉我们吗？没有，你觉得放在哪个地方？他还没有把课表贴在教室里了，明白了吗？我们下节课的时候，一起学习，我们到底什么时候或者怎么用没有，怎么用不，或者是可以，怎么用就是把，明白了吗？就是把的比较不一样的时候，我们怎么用这个把，明白了吗？这个问题很好。课是什么意思？对，表是 tablica 的意思。对 учебный график 课表。同学们，你们明白了没有？明白了。明白的话很好，我们下节课的时候继续学习，继续上这个内容。但今天我们已经上到这里，你们的作业在家里自己复习生词，准备听写。对，然后下节课的时候我们看课文2，明白了吗？同学们再见。